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民啊，你着学乐伊，因为伊恩咱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直到永远。恁爱学乐耶和华。此时咱来要用圣诗，新圣诗274首，旧圣诗206首，请会众起立，因全首。游玩起来，咱要用书读圣经来做阮信仰的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面来受苦，并是死埋葬无因苦。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早坐着咱的上帝话面，伊要对咱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信徒的上方，做下面肉体复活，永远的和平。阿门。请坐。这时咱来要来启应，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我在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心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毋明毋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
上帝啊，你所爱的罪是痛悔的心灵。这是咱额头来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救主耶稣来成做万福的源头。求你用宝血洗清阮，求圣灵引带阮，恢复阮甲你的关系。安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要来请圣歌队，因要学录的诗歌是《忧伤灵主》。感谢圣歌队，将一切灵光归于上帝。此时，咱来要讲授上帝话，请掀开圣经新约雅各书4章第17节，啊，搁伫一个所在5章6节。咱做伙来读，来，兄弟啊，无就有啥诽谤兄弟，
也是批评伊的兄弟的，就是诽谤律法，批评律法。你若批评律法，就毋是行律法的，就是做批评的。律法的批评的只有一个，伊的手来的。你是啥物人？在批评厝边啊？当你着讲，今仔日也是明仔日，阮要去补血城，挂伫遐是年久，做生理趁钱。若是明仔日的事，你也毋知。恁的活命是怎样？你是魂有暂时出现，后来就无看见。你较好就安尼讲，主若我就会就会做即项迄项。当你用遮个偏方的事在夸口，原来之后的夸口拢是歹，所以该有好就行，也毋行的，就是伊的罪。迄个由你捌定伊的罪来杀死伊，伊也无应受伊。即时煞要请张牧师为咱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毋免犯罪。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过去我有那捌来咱的教会，过去我是住伫中和、永和，今仔日是住较远的所在，总是我嘛早就出来，总是今仔日因为路途较远，我现是住伫三芝相连的安养院的内面，我今年是83岁但是阮牧师娘伊的身体会欠安所以入院久，所以袂当自理伊的行动，所以佮我本身嘛无厝通住啦我过去退休了，拢是细厝，细遐搬来搬几若所在，所以正月19。所以我就安尼申请，后来的迄个安养院有稳准，我去住伫遐所以我就怎搬去安养院伫住相连安养院，咱可能真侪人拢捌去过，是真大因为无厝地住所以上帝引带我塞对迄个所在去，嘛真感谢上帝，我无想另外伫一边受照顾，我嘛是伫一边安尼。安养区啦伫遐每日生活拢真舒适，感谢上帝所以路途较远，我知影我嘛足早就起来呢，足早就出来就因为较远坐客运呢，搁坐捷运，搁来坐公车换来到遮，所以会负拄有负啦拄有负，因为我心足急的安尼。我直直甲问司机讲，佮偌久会到？佮偌久会到？伊讲，大概10几分还是安怎所以我心急好在过去我捌伫遐停，今仔日伫头前停了，较紧行过来好在到位也袂9点。今仔日是为着台南新南院来募捐新南院的纪念日，台南新南院这咱过去拢总有啦，逐年拢有咱教会真好。对我的奉献，大家嘛拢真甘心，所以为着过去咱对台南新南院的奉献支持祈祷，我代表台南新南院甲咱大家说多谢。今仔日同款有缘，照咱过去的心愿今仔日特别来关心因，为着因来祈祷甲奉献，所以确定咱才会报告，确定因有迄个影片互咱看咱来对新南院有一个关心今仔日我特别要讲一段圣经，就是雅各书的第4章咱知影一个人要认捌家己，你捌你家己，这是件真困难的代志，这是真要紧。认捌家己，这就是
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嘛是要接受信仰，过得真诚实的信仰生活的起点。毋过一个人想要真正认捌家己还是讲要了解家己，后来更新家己、革新家己，这是一项更较困难的代志。我若问讲，你对倒位来？你为什么活？你到底今仔日是咧创啥？你对本身毋知有认捌，毋知会通讲真好势啊袂吼？这是上真困难的事。一个人爱大声认捌伊家己，所以迄个家己要捌家己，是一个真困难的问题啦吼。较要紧就是爱认捌迄个无形无踪的迄个家己，真的我安尼才会当讲真实的认捌。若无，拢是真肤浅、真幼稚那点。譬如讲，我手安尼伸伫头前，我要讲我是伫即边，还是伫手迄边？咱讲我，当然是伫较我即个手的头前，即个是我。咱拢爱安尼讲我，迄边咧，迄边我无伫遐，我是伫遮。咱拢会安尼想嘛吼。还是讲即个手虽然是我的手，骹是我的骹，这无毋对。但是讲即个手，嘛毋是我呢。所以讲即个手，为了车祸，都爱站迄角，我无手。我嘛要伫个无骹是我的骹对，但是我无骹。我嘛是会通诚做，我嘛要伫个，我嘛要伫个。还是讲，我的心脏若讲有手术，即马手术的技术真好，心脏嘛会换着咯，换别人的心。换心了后，迄个人嘛是本来伊啦，毋是讲我换别人的心摕来换着我的心脏的时候，我就诚做迄个人，我嘛是我呢，吼。虽然有换心的手术了后，换心脏了后，迄个人的真我嘛拢无改变，实在我嘛拢无改变。所以咱咧讲我认捌家己，迄个家己较毋是讲有看见的我，是无看见的我，迄才是真实的我吼。一个人想要改变迄个外在的行为，就要大声改变迄内面的意念、内面的我，不断反省，伫遐挣扎，变化中间会通更新来成长。一个人除了伊发现到家己的无完全，若无绝对袂通追求更较完美的生活。你若讲你已经足好，安尼袂进步啦。一个人要真正更新进步到更较完全，就是伊得爱认捌伊本身无完全。毋过人为什么袂通发现家己的无完全？人伊的反省到底是什么？捌有一个囡仔，伊甲伊的妈妈讲：“妈妈，我有10尺悬。”囡仔讲有10尺悬啦，妈妈甲伊讲：“哦，你有10尺悬哦，你是安怎量的？”这个囡仔吼，伊就摕一支短尺，家己做短尺，我妈妈，我有10尺悬，就尺伫遮啦。我量无毋对啊，10尺啊。但是这个囡仔伊讲10尺悬，伊在量的是一支家己做的细支尺。各位兄弟姊妹，真正侪人家己拢掠做对，
家己拢看做真正确，用伊家己的标准来咧衡量、衡量伊的当地，用安尼伊家己的标准来咧量，到底迄个标准是啥物？无下伫圣经上帝的标准。有一个人真肯定讲，我毋是罪人，我想伊安尼讲，毋是刁工咧欺骗，伊是家己认为家己真对、真完全，所以伊讲我毋是罪人。我若问你，你莫讲啊，你莫讲我毋是罪人。你问我，我嘛会讲我毋是罪人。是安怎伊该安尼讲？就是伊我相信伊毋是讲白菜，因为就是咧讲起伊的对迄个家己的认捌无够成熟、成熟，真幼稚、无知。伊是无用上帝标准，无用圣经的真理来衡量家己，所以伊才安尼自我得罪，安尼感觉讲洋洋得意，家己真好。圣经有提出讲，人常常咧犯的三种罪，咱用这个来，互咱信徒做一个警醒，勉励咱信徒来做一个完全的人。第一就是讲，知影对，知影好，无去做。第二就是掠家己做中心，无听上帝，无听人。家己自我中心，这圣经就是讲即款嘛是罪哦。个第三就是家己自以为义啊，北京话较清楚，自以为义，是自以为是啊，这拢是用安尼来批评别人、论断别人、讲人的歹话。圣经讲，这嘛是罪呢。所以咱对这圣经所咧讲的三项来，咱三甲来想。第一就是应该做的无去做，应该咧做的你无去做，安尼这是罪。第4章的17节讲，所以人知影着做，知影着做好事，都是无去做，这就是犯罪。咱一般人拢是了解讲，家己若无贪污，无揩油，无做歹代志，安尼就是好人。甚至讲，我若是罪人吼，我即摆都无伫遮，我已经关伫监狱内面啊。即使若是一个学生，伊讲，我也无迟到，也无早退，也无骂人，也无拍人。我是一个好学生，你感觉安怎样？好学生就是伊若无做歹代志，伊要做好学生，伊就爱品学兼优，身体爱健康，安尼才对啊。消极的条件本来就是真重要，毋过积极的条件，佫较是袂通忽略。圣经在讲起罪的形态，嘛是有有2项。第一就是讲，拍无着目标，就讲在拍枪，头前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圆看目标，你拍无着，拍到边仔去，就是你拍无着。圣经在讲罪啊，就是讲你拍无着，拍了无着，不急，无够，拍无够。安尼就无达到迄个目标，这就是罪。第二个观念就是讲，比如你开车无照路在行，所以坐在边仔去，坐在边仔去，迄个开道轨道开道走去，走出去的开道，安尼是超过头，过分，这就是超出迄个范围，这就是圣经所咧讲的罪啦。约翰一书第3章22节，也有讲咱的祈祷若要得到上帝的赏赐的条件，就是爱遵守伊的诫命，
佮爱做伊所欢喜诶代志，做伊所欢喜诶代志，爱遵守伊诶诫命，安尼咱就记得，这项叫做上帝赏赐。所以只要互咱知影讲，无做歹代志，佮较爱做主所欢喜诶好代志。譬如有人会问讲，食薰、啉酒，会使啊袂使？其实毋是安尼问啦，其实爱问讲，食薰、啉酒，上帝感觉什么款？对上帝来看，上帝有欢喜无？有时阵，咱亲像圣经内面所咧讲，迄个领1000个银，领1000银，迄个萝卜，最后就是互主人家骂讲你是歹个贫惰萝卜。检查咱毋捌做啥物歹代志，也无共偷，也无甲人抢，也无甲人安怎？毋过你贫惰，你贫惰就是罪啦。贫惰做好事，贫惰做礼拜，追求真理，贫惰做处理，贫惰祈祷，读圣经。基督徒就是爱除去即款的贫惰的习性，安尼啊，伊才会当进步，才会当成长。路加第10章25节以下，了有记载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咱大家拢真熟。伫好的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过程中间，拢有4个角色，就是代表4种无共款的生活形态。第一是强盗的人生观，伊就讲我的是我的，你的嘛是我的。强个盗吼，强盗啦，先讲强盗就是安尼，我的是我的，你的是我的，你的嘛是我的哦，迄是强盗人生观。第二是祭司的人生观，就是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无够插吼，你的，我的，我若快活就好吼，伊也不管你安怎。第三就是迄个旅馆的头家，旅馆的头家的人生观就是讲我的是你的，但是你爱代偿互我，你的爱代偿互我，安尼我的才会当互伊啦。你若无互我，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你爱代偿互我，我才会通成做你的，我会较成做你的。先互我，你若先互我半斤，我就互伊8两。你钱互我，我就甲你服务啊。这是迄个旅馆的头家就是安尼先。搁第4个就是撒玛利亚人的迄个人生观，就是我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你的。只要你若有需要，只要你有欠缺，你有需要，我的就是你的，无条件，积极的听，这是撒玛利亚人的人生观。强盗人生观本来就是犯罪啊，就是祭司迄款的袖手旁观，无听人，无帮助人，无行好，伫上帝眼中嘛是大罪人啊！做歹代志是毋对。无做好事嘛是罪呢，无做好事嘛是毋对呢。应该做的无做，应该有的你无有，应该讲的你无讲，这个嘛拢是罪哦。捌伫报纸的副刊的内面有一篇用忏悔做题目的一个题诗啦。这个人伊讲。我有犯着一项罪哦，这项罪就是人类至极的罪行，就是讲伊讲什么呢？伊就是讲我毋捌有快乐，所以
我是一个安尼心情安尼真郁卒的男人啊。所以，这个人伊咧写忏悔时阵，伊讲连伊无快乐，伊就咧忏悔啊。那安尼，咱更加得为着迄个知影好无行来大大忏悔。第4章17节讲，所以人若知影讲好，知影着做好事，都是无去做。圣经直接讲，安尼这就是犯罪啦。佮第二点就是掠家己做中心，掠家己做中心，这就是罪啊。雅各书第4章13节到16节，这几节经文的结论就是16节，讲恁现在敢骄傲自大，这款的骄傲拢是邪恶。这是现代台语圣经的翻译。过去一个真出名的陈忠德牧师，伊捌做真侪册，释义的册、讲道的册，所以伊即摆已经无伫世间，总伊的册还留着。伊对这段圣经的解说，伊讲，这个雅各吼，一定是伊写这段的经文，就是因为伊咧讲凭肉体来度我的人的口气来咧讲的，伊用意就是要责备人的无知啦。而且话中间会通看出讲，一个属肉体的信徒，有真侪肉体的暗算、拍算、妄想，这拍算完全就是以自我做中心，用家己做中心。而且有讲去5项，伊咧讲去5项。第一项就是伊做代志拢倚靠家己的计划、计划。伊有计划，毋是讲毋是讲无计划，伊做代志拢照家己的计划。哦，圣经直接讲，今仔日讲今仔日也是明仔载怨灭。伊讲今仔日明仔载怨灭，安尼就是用照家己的计划嘛。所以伊第一项的迄个毋对，就是以自我中心，讲我要安怎照家己的计划。佮第二就是伊的行动，拢是照家己已经定对的方向。所以直接讲，要去摸一个城，我要去倒？要去摸一个城。佮第三个，因的生活拢是按照家己的暗算，讲伫迄个所在要住1年，过来，第四就是照家己的意思来咧竞选伊的工作。伊讲伊要去摸一个城，伫遐住1年，要创啥？而且圣经讲要做生理趁钱。做生理大趁钱，这是依照伊家己迄个竞选的工作。佮一项就是伊完全无认捌讲家己的性命的有限，所以讲恁连明仔载的性命，恁要变安怎，你都毋知影咧。安尼啊，伊对家己的性命有限性，伊拢无认捌，所以伊计划讲要去倒位，要去1年。要伫遐做生理大趁钱，拢完全照伊的计划，毋知影伊的性命明仔就要安怎就毋知咧。迄个完全照家己的都无，无得顾上帝旨意安怎，伊家己拍算，这是一种上帝骄傲自夸的表现。咱在路加12章的所在，有记载一个。咱过去讲无知的财主，即嘛会翻译，还是讲定迄个字幕叫做无智慧
无智慧的财主。啊，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伊那像是一个安分守己、认真拍拼做工课、节俭无浪费、不嫖不赌的好人。但是为什么圣经直接来讲无知的人、无知的财主，还是讲无智慧的财主？圣经是安尼是安怎来讲？因为第一，因为伊错误人生观，耶稣讲灵魂会当用物质来满足，耶稣讲有物质就会当快乐。若讲人生的目标，干那是为着讲，圣经讲轻盈来啉来食来享受，若是安尼，咱人生所追求的目标，减是甲鸡鸭狗有啥物款的个样？第二，因为伊忽略别人的需要。圣经是只讲，我无够所在通顿我的五谷，搭配安怎？伊安尼就是根本咧想伊家己的欠缺，伊家己有五谷真济，讲无所在通顿我的五谷，拢无想到别人的需要。伊敢若只有知影家己，毋知影别人。只有知影讲要来起厝，总是袂晓得来积德，为富而不仁，这伊嘛袂晓帮衬人，这就是一个无智慧的罪人。佮第三，伊袂记得上帝的大恩，伊只有知影讲来大趁钱，伊袂晓感谢。敢若只有知影讲要来积资，毋知影奉献。所以一切拢是我的财物，我的五谷，我的厝体，我的仓库，敢若只有会晓积资，袂晓奉献，拢是敢若我。伊竟然毋知影讲，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毋知影感谢，毋知影感恩，安尼就是伊个所在所咧讲，无智慧、无知的财主。咱咪是敢只有讲，无头、无抢、无安怎，这袂通保证家己伫上帝面前是一个好人。咱就会晓感恩，会晓帮助别人，会晓关心别人的需要，知影别人的需要来帮助你，安尼这是真正的好人。无感恩，无帮助人，这是咱常常所咧做、所有所做的迄个毋对，伊给咱所犯的罪。这是咱真正无忏悔。咱就爱为着这个来忏悔认罪，因为这是咱的罪性，家己做重心。佮第三就是自以为是，来批评别人，安尼就是嘛是罪呢。伫咱所说个圣经第4章11节、12节，讲兄弟姊妹，现代台语的圣经是讲兄弟姊妹，咱过去圣经拢讲兄弟啦，对啊。啊，即嘛新约的圣经，无论是汉文的，也是咱台语，将迄个兄弟拄好所在，会通讲做兄弟，也是姊妹啦吼。所以咱即摆会翻译，讲兄弟姊妹啊，毋通互相讲歹话，咱讲批评论断，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安尼是讲人的歹话啦，所以现代台语、台湾话的翻译就讲毋通互相讲歹话，讲兄弟姊妹歹话，批评兄弟也是姊妹，就是讲律法的歹话，
批评律法，你若批评律法，就是毋是律法的遵行者，是律法的批评者。律法的制定者甲审判者，只有一个，伊为拯救，嘛会毁灭。你是啥人？哪敢批评你的厝边？圣经咱的台语，即马是安尼翻译。所以，而且讲你是啥物人？你到底是啥人？你才会敢安尼来讲人的歹话？你有啥物款的资格人讲人的歹话、批评、论断别人啊？批评人、讲人的歹话、批评论断人，这是咱常常所犯的自以为是，家己掠做对，家己的观念、家己的看法，家己掠做对、正确，这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咱要看一个人有健康无？咱看中医师吼，拢会若要甲咱看病时吼，叫你喙开压，你的舌伸出来，伊会看你的舌，吼，迄个舌会通看出身躯的健康的状态，所以伊看你的舌头、你的舌的色地有安尼红叶无？啊，你的舌有安尼真水无？有焦焦，还是有淡淡吼？有脆烂无？啊有安尼笔抓无？吼，咱有时咱喙齿吼，有人若有问题，就会笔抓，袂安尼真顺，袂安尼真水，啊红叶的迄个喙齿吼。所以健康啊无，看喙齿就会知影。所以若讲有食薰过多的人，呼吸的系统，伊的喙内的迄个口腔就会发炎，也是会安尼会红会肿。灵性的健康的状态，嘛是会当对人的喙齿会通知影。所以健康者，一个健康的人，伊常常会感谢，会讲迄个造就人的好话。那有身躯有问题的人，伊是常常的埋怨，伊会讲人的歹话，会批评人。有一个上帝罗卜安尼讲诽谤人的喙齿吼，讲人的歹话，诽谤人的喙齿，是迄个比毒蛇更较厉害。因为蛇咬着一个人，只有伤着一个人若定，若要甲伊医，无啥物款的困难。都是诽谤人的人，讲人的歹话，批评论断人的人，是毋若伤着对方，是伤着三个人啊，就是诽谤的人，以及听到的人，也是受诽谤的人，这三个人拢是有受伤着。所以俗语话咧讲无实，就是会伤人的身躯，总是讲人闲话批评人，这就是损坏人的人格。所以讲闲话，讲人的歹话，拢是讲人安怎歹，家己安怎好。讲歹话是讲家己好，别人毋对，别人歹。所以拢安尼，是袂讲伫批评人的时候，加添足济毋好的话、毋对的话、无正确的话来咧批评人，来咧论断人、批评人。所以一个人伊若专心要批评别人，就是拢想无话通骂人啦，想无话通讲啦，什么款的话伊拢会想出来，就来讲人的歹话。人个嘴唇，敢若两张皮啊，定讲来讲去拢出在你讲。不管咱安怎做，
一个人安怎做，个真真好势，毋过你较安怎做，有人要批评啦，拢一定有人会批评。连交通警察主管甲伊讲，你若去共开单，你的态度就爱好，爱较好的态度咧。啊，交通警察伫执勤的时阵，即共处理犯规的计程车，因若照因的队长的吩咐，讲在较有礼貌咧吼，最好会当面带笑容啦。所以个警员伊就安尼做。司机看到迄个交通警察即个开单，吼，叫你遐司机真无欢喜，讲你开单就开，你是安怎甲你笑？笑面好哦，还是讲迄个笑的内面有藏刀啊，要杀人，所以你莫笑啦。交通警察迄队长讲，叫人爱态度好，笑面甲因开单吼，总是安尼嘛会互骂呢，嘛会互人不满呢。所以要笑要哭，拢无法度。所以咱毋通存心要批评别人，正叫做讲批评人、论断人。咱即摆台湾话叫做讲人的歹话啦，讲人的歹话。讲人的歹话就是嫌袂当讲足侪话来讲人，嫌无足侪话，拢想无足侪话，所以上歹的、上无好的，拢讲出来，无影无遮代志，伊嘛要讲较济，来表示讲我对，你毋对。所以批评人，这有时阵是显出家己的无知。捌有一个真见识足重的人，差不多拢特别无看见伊真大胆讲天顶有迄个太阳、月亮的存在这是古今中外逐个人都拢知影，逐个拢知影，拢有看会到的事实啦。毋过讲天顶有星神，哎呀，这只有是咧骗人的啦，这是传说。天顶个透星，这个人，伊就是用伊家己的认知来讲，星神，天顶有星，这是传说，这种影你都有看到，就是伊就是照家己所认为的来讲，这是真实，这是有影，安若无这是值得怀疑的啦。伊家己的毋知，用家己的毋知来去批评别人，还是讲批评别人的会已经知影，这就是真正的无知啦。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讲所以你这个批判人的，无论你是什么人，拢袂通摕责任。你批评别人是咧批评家己，因为你批评别人在做的代志，你家己嘛拢去咧做。咱知影讲即款的代志，做即款代志的人，上帝会照事实来甲伊审判。你这个人，你批评别人做这个代志，家己嘛去做同款的代志，你想要安尼就会通逃避上帝的审判是无？咱即摆圣经是安尼翻译路加15章中间，咱拢真熟有一个失落囝的譬如，咱过去讲浪子。过去咱甲讲浪子，安尼当然安尼是得甲有影是浪子对啦都是咱即马的观念对人拢较有尊重，咱无甲讲浪子咱讲你浪子，你讲了我来讲你是浪子你嘛无欢喜，你做甲毋对，你嘛无想要倒转来，即嘛讲失落囝，
咱即摆较客气，失落囝会譬如咱失落囡仔、失落羊啊，种失落囝会譬如，迄细汉囝当然是浪子啊，毋过伊有及时放火，大囝虽然无伫外面放荡漂流，当时即个大囝是一个伫厝内的浪子啦，无尊重老爸。也毋肯用疼心来对待伊的小弟，无去赦免啦。搁咱嘛对伊这大囝甲老爸应话，会通证明讲，伊对已经悔改的小弟一点仔都无同情，一点仔都无宽容，表现伊的执迷不悟这款的性格，真正是一个。责备别人，家己颠倒不如别人的一个人。几两年前有一个进入成就的青年的做生意人，伊为爱着一个，佫爱一个真有名的迄个女演员，伊经常是陪伴伊到伫出入逐款真正当好的所在，差不多是有几若个月久。后来因决定讲要结婚，婚前即个查甫伊却去请一个私人的侦探来去对即位女子做一摆的深入的调查，即个工作是互一个真正特别的迄个侦探社，即摆外面嘛有即款的侦探社，互伊来去负责，即个侦探社毋知影，即个家想要叫伊去调查即个查甫人，即个青年，伊的情形是啥物人，伊拢毋知影。最后，迄个侦探社摕来会调查的报告，伊安尼是安尼讲，内面讲，该女士是一个名声名誉特别好，伊过去行为甲伊所合作的对象拢是上介好的，即个女子实在无啥物空芳通甲嫌啦。毋过最近伊去交换了一个名誉无好的生理少年人，甲伊咧交往，佫真亲密，所以这是一个美中上介不足的所在。迄个结果是安尼个报告。因为咱大部分的人，拢难免有迄个别人不如家己的即款的心理咱会通亲像别人咧看咱的款式来看咱家己，安尼尤其是亲像伫上帝眼中真理来看咱家己的结论的时阵这就是真正正确。所以马太第7章第30讲，你哪会简单地看到兄弟目睭内的草油啊、柴油啊，也无看到你家己目睭内的柴箍。这嘛是咱现代大夫的观点柴箍甲迄个柴油啊，是不舒服迄款柴箍是真大箍。你家己目睭内有柴箍，大支柴箍，你家无看到，看到别人的迄个柴油啊。咱应该着为着咱常常批评别人、论断别人，还是咱现代话讲人的歹话，咱得为着即款的习性来忏悔，互咱愈来愈成熟。咱结尾来讲，要做的无去做，这就是做，还是以自我掠家己最中心的，这嘛是做。自以为是，批评别人，这就是做。
所以一个常常会安尼反省来忏悔人，一定伫信仰的顶面会通更较美好，更较完美，更较完全，嘛活得更较充实。所以咱虽然袂当讲控制咱家己生命的长短，毋过咱会通过圣神的帮助，至少咱会通控制咱生命的宽度甲深度。咱虽然袂当改变咱的面容的衰败，毋过咱会通过自我反省来革新、更新，至少咱会通控制咱面部的表情，互咱感觉讲真诚意、真亲切、真纯洁、真和善。所以伫更新的路顶面会通更较成熟。所以咱会记得。圣经直接早起甲咱讲，就是讲咱会当享受迄个无犯罪，咱会当享受迄个无犯罪的人格，不必，毋免犯罪啦。咱既然咱会当控制即个毋免犯罪的主权的人，上帝互咱做一个基督徒，是会当享受做一个毋免犯罪、不必犯罪、毋免犯罪，会有即个控制即个主权。所以咱要爱珍惜来享受上帝互咱即个主权，帮助咱会通成长，来做一个愈来愈亲像基督的基督徒。再过来祈祷。亲爱的上帝，疼痛的主，今日阮伫你的面前，通过圣经对阮的教示，为你感动阮的心，伫讲道者所讲真有限的话语中，由上帝将阮所需要的话来感动阮、刺激阮，阮受感动，将你话放入阮的心呢，互阮会通做你所欢喜的代志。免得互阮来得罪你，只有你真正互阮有迄个毋免犯罪的主权，由你互阮能享受、珍惜这个主权，伫你的内面有正常灵命的成长、革新，互阮愈来会当愈亲像基督的基督徒，愿主祝福阮、感动阮，以这可做圣名，阿门。感谢无数的分享。大家平安，音乐是上帝非常奇妙甲美好的创造。感谢上帝，予我伫南城学习。我学着真好的教会音乐的专业，会当知影安怎甲音乐安排伫礼拜当中，互礼拜诚做芳芳的做。毋望这个音乐礼拜会当诚做信徒诚实的敬拜，这个音乐礼拜诚做上帝的喜乐。伫丹那圣学院的学习，毋但互我的神学观更较开阔，伫学院中的生活。也感受到伫同学中间团契集体的温暖。感谢侪侪为着阮带导以及陪伴甲支持我来读圣学院的朋友、亲人，有你的扶持甲关心，互我伫装备的过程中，通更较有快乐。感谢大家。
大家平安，我是中明教会张家长老，我会来参加这个神学系的课程，是因为几下当前神学院和中部的教会有合办神学的课程，我家己也参与伫几下学期的学习。过程当中，让我对圣经信仰的内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欢迎大家和我做伙来参与这么样有意义的课程。大家好，我是客家人，我是永福教会园长老退任。这课程我已经参加有5、6年之久但是在这过程的内底，我就反省到，阮过去可能无讲介清楚介完整来了解咱的信仰。我参加这个课程了后，我发现我对信仰更较明白。更较清楚，我借这机会我来邀请嘛推荐大家一定爱来上这个课。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敏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平安。伫台南神学院修总毕第2年，无论是伫圣经的研究、神学的课程以及牧会的实习，拢互我得到足侪经验甲财目，以后会当成做牧会的帮站。伫2年的中间，也成做学生会的同工。伫这个学生会内面举办大大小小活动，互咱全校的师生会当做伙团契。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对咱神奉献，感谢你为着神学教育的付出，会当互我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拢有足好的资源。厝内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借着这个所在，甲咱请安甲报告。感谢过去咱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台南神学院伫这个所在成立已经超过150年，通讲是台湾第一个宣教的所在，所以互人比喻做宣教的胎盘。咱拢知伫现代社会混乱，人的心需要改变。神学院是一个培养人有使命、培养人改变生命，而且是有造就了去传福音一个真好真主耶稣交代咱的责任的所在。现在台南神学院的硬体、软体拢已经有真大的改进，包括师资嘛拢有真侪真好的加入。欢迎大家来读台南神学院，嘛会当为着台南神学院继续关心、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爱命令你的给俩着花，喜爱你的彼此相向。约翰福音15章16节。台南神学院，大家来到底。这是咱来要回应上帝话，咱来要用信息新信息303首，请会众起立。
请坐。这是要来奉献，请本州的菩萨同工来带阮奉献。好，请会众起立。今日是阮真欢喜的日子。今日下晡本会必堂传道要伫台中复兴堂要来举行红幕典礼，阮也有做个人一台游览车要做伙去甲去甲参观典礼。愿祝你想事稳，出入平安，入入平安。阮安尼献上淡薄仔金钱做圣工的路用，请你降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咱先来读经句吼，今仔的经句，来各位来读吼。当利用遮的幸福的事的外口，凡那幸福的外口拢是爱，所以在我也唔行的。好，搁一届，当利用遮的幸福的事的外口，凡那幸福的外口拢是爱，所以在我行，也唔行的就是伊的故事是像。啊，即马需要报告的部分，就是即届今仔的报告的部分，就请大家吼，就家己看者吼。啊，有啥物问题吼，请阮伫教会来反映吼。啊，今仔的本周的寿星是吼，拄啊好吼，3月12号林碧堂吼，还有王子婷姐妹，还有李国成吼，愿上帝祝福因日日吼蒙恩得福吼，祝因生日快乐。啊，这时煞要请李牧师带阮带到。咱先来欢迎今仔日张牧师伫咱中间真好的见面。这时我也介绍人客咱有迄个赵伟成伫咱中间带伊的太太甲伊的儿子吗？伫咱中间欢迎，因即马住伫泰山啦，欢迎你。好，来咱是南咪要去台中的兄弟姊妹上完厕所就到楼下集合游览就准备坐游览车咱电动还袂到啦嘿，是好，南咪40分伊会到。
哦，所以大家有留一丝仔时间，互会用上厕所哈。好，安尼咱即时请兄弟姊妹起立，咱三甲来祈祷。咱来同心来到伫主的面前，三甲来祈祷。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是阮的气力，是阮的帮站。但你手术互阮有即个祈祷的权柄，互阮会当透过祈祷来到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甲主来三千分。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愿要搁一届重新得到气力。虽然阮伫世间有济艰难，嘛会拄着济的挑战，总是主你叫阮伫患难的日子有偌济，就手术互阮的福气有偌济。互阮拢会当靠着主你的恩典来欢喜快乐，主阮满心感谢。但阮要为着阮的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要来起造即个蒙福的教会，塑造健康的门徒，求主帮助阮，每一天拢会当用实际行动，将即个疼带转来伫阮的家庭，因为阮知即个疼是一点一滴来累积。求主帮助阮，为着阮的厝内底，为着阮所听的，阮欢喜伫遮来付出。求主加添气力伫阮的心上，帮助阮会当每一日甲即个实际行动，将即个疼带转来伫阮的家庭，互阮的家庭成做主你所要祝福的家庭，互阮的教会成做带有毋茫记号的教会。阮也为着要来推动即个 RPG 复兴祈祷小组，求主帮助阮，互阮有更较济来甲主三千分。因为主你的话是阮的气力，也是阮的帮助。但阮也为着阮的台湾社会，求主看顾带领，互阮的执政者有即个智慧的心、敬畏主的心、疼人的心，伫遮来为百姓来服侍。主，阮也求你遮来看顾阮兄弟姊妹身躯软只软弱欠安的兄弟姊妹，拢求主看顾带领。阮若要特别为着即个圣山兄生皮蛇，也求主来帮助，互伊紧紧伫遮来得到医好。主，阮也为着常慧即个林常慧姐因的家庭三体来祈祷，也求主看顾带领。真好即事的妈妈即个有目睭有生皮蛇，也拢求主来医治。主，阮也甲阮即个济兄弟姊妹的即个身躯的软只，也去即个数据者即个头壳型，也是阮秀丽者的福建，尤其是阮闪眉执事伊的这目前咧入院咧治疗即个伊的感官的部分。也阁有即个雷霆者，伊的暗粉的开刀会当紧紧来恢复完全。主，阮满心感谢你，因为阮的身躯是主的圣殿，求主帮助阮有智慧的心来保养阮的身体，互阮的身躯诚做会当互主来使用贵重的器皿，也会当诚做祝福人的管道。主，阮满心感谢。阮也为着出国的兄弟姊妹伫外国工作的有洪怡伫英国，骆文一凡、子婷依珊伫澳洲，彩云、国强、伟丽伫美国，阁有质疑重企专家文腾、义军是即个洪怡是巴长老的囝婿，也阁有梦如伫法国，谢玲兄专家伫南非。主啊，遮的出国兄弟姊妹，阮拢要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为因来备办一个属灵的家，互因伫迄个所在会当伫遮来受雅看，伫遮来得到主你满满丰盛的祝福，也互因伫迄个所在凡事平安出入拢有主会看顾带领。主，阮满心感谢。主，阮也为着即个。即个乌克兰甲即个苏联的战争，求主伫遮，互战火紧紧煞和平来临到，也为着即个有确诊的兄弟姊妹，三甲来祈祷，求主帮助阮
互即个确诊会当紧紧过去。已经有确诊的，也求主帮助，互阮恢复到完全。互每一个拢会有健康的身躯来为主过工。阮也为着施恩来做兵，也求主你保守伊出入拢平安。阮也为着今仔日阮本教会所出身的青年，碧堂甘美书因今仔日要去台中复兴教会，伫遮来放牧受职，也求主保守，互因伫迄个所在管传福音来为主熬做工。阮今仔日一台游览车要去到伫遐为因来庆贺，求主帮助阮，互阮一路拢真顺利来到伫迄个所在，带着阮全教会兄弟姊妹的祝福来到伫因的所在。主啊，阮满心感谢，求主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出入平安，入入平安，互阮会今日时势，即个咧做工课的，大家拢会当认真拍拼来工作。咧读册的也求主，互因有聪明，会当交读册，乖乖听父母的话。互阮的家庭是一个敬畏主的家庭，是一个主所欢喜，要来大大祝福的家庭，帮助阮的遮的社青阮遮的青年人，因伫外面做工课所拄着的，无论是即个挑战，是即个试炼，拢求主赏赐互因有够力的气力，帮助因会当靠主来得胜，搁有春，互因。凡事稳上拢会加温，力上加力，会当每一天带着活力、活气力、主的气力，甲因相甲伫地，互因拢有稳定满满伫因的心上，也伫阮逐人的家庭心上。阮满心感谢主，安尼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读，伊个圣神的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灭倒必回。